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桃园龙潭的新兴医专，因的校车昨尾晚5点外驶到国道3号大溪路段时阵，怎啊开去？结果一大群的学生是透雨行路径。针对这件代志，学校讲会请厂商开会检讨。啊，国道警察讲已经违法了，会罚款6000块。 一群人拢骑伫游览车车头酷酷等，边仔车辆拢驶甲真紧。详细看，这竟然伫国道。这群人开始伫路径兜兜啊行，车队边驶过，含因甚至差无到1公尺，互人看甲是真紧张。因是新生医学专校的学生啊，从本地要坐校车返去厝，想要到经过国道3号大溪上北路段时阵。 车雄雄各种熄火，30个学生啊，行伫国道路径危险的画面，更加互家长看甲真抓狂。咪讲这根本是互学生啊，伫高速公路做耍动的神猪白眼。网友看了嘛讲真喊过，是要学生啊用行惊对厝心。某人认为讲车故障是突发的状况，真歹避免。因驾驶人本身患有疾病，致沟通不良，引发乘客误会而向前行走，于故障排除后。 即重新将乘客引导回车内并驶。实际来到新生医学专校，学校对这件代志无愿意给做回应，跟他表示讲会请厂商开会检讨。刚有同学是这个下车的。哦，是坐这台下车。对。那他有说什么吗？他也是跟着走啊。跟着走。对啊。那他有说很怕还是？应该就很荒谬吧。司机是出于好意啊，可是学生可能一直走，误解他的意思。是讲国道警察提醒，车若伫国道向故障。 正确的标准作业定数，游览车应该爱先插伫路径，或者是避弯处。先客落车了后，面向内车，而且报案请国道警方来支援。只是这台向故障的游览车出厂的日期是4年前，无算久。乃向故障，国道警察爱个调查。啊，那驾驶会依照违反道交条例第33条，罚上悬6000块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